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平真。讲到美国、以色列拍伊朗，敢是倒顶年间遐爽痛，尤其起价会惊人。台湾能源甲战略应该做啥物才会较强？今仔日四位专家学者斗阵来讨论。首先介绍现场的来宾，头一位是政治大学中东中亚学程兼任助理教授，嘛是伊朗规划台湾的台湾人顾鹏老师。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那么第二位，台湾智库执行委员张国成。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第三位是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所兼任副教授辛明彻。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第四位是财经专家柯明宽。主持人大家好。那么首先咱先来关心到针对美国跟伊朗的战争，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已经摧毁掉伊朗超过5000个目标。美国总统川普表示，目前伊朗的飞弹系统已经消除了80%以上。因为海军、空军甲通信拢受到迫害，预告这场战争差不多要收煞了。中东战火点倒以来，外界正关注川普对实施陆火行动的评估。起手的时，川普要表示军事行动可能要4到5礼拜的时间。不过，查到伊放消息讲，拍伊朗的行动已经差不多要结束啊。不过，未伫这礼拜。They have no navy. They have no air force. They have no anti-aircraft. Equipment, it's all been blown up. We could call it a tremendous success right now. 伊斯兰革命卫队嘛，随发声明表示，因才是决定战争什么时阵结束的人，而且佫会当再战6个月无问题。CNN 报道，伊朗当计划要甲经过荷马珠海峡的邮轮甲船收关税。革命卫队嘛向阿拉伯甲欧洲国家放话，只要甲美伊2个的大使赶出去，就会当互因过荷马珠海峡。对此，川普回应，伊朗若做出任何阻断荷马珠海峡送石油的行为，美国会用即马20倍的军力甲因攻击。But when the time comes, the U.S. Navy and its partners will escort tankers through the strait if needed. I hope it's not going to be needed, but if it's needed, we'll escort them right through. 对全球的油气供应市场来讲，荷马珠海峡逐天运送2000万桶原油甲精炼产品，唔捌等超过1礼拜，天然气嘛是。CSIS 专家是表示，就算讲战争结束，川普的规个任期，台湾可能拢是无稳定的。Because even if the current war in this phase draws to an end, we now have a new chapter of geopolitical instability in that really important region of the world for oil and gas supplies.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with us for quite a while, conceivably even through the rest of the term of President Trump's term. 上时，川普甲俄罗斯总统普丁拜一就中东甲乌克兰冲突进行一摆，川普认为是非常好的通话。普丁伫这个通话中提出，希望通伫中东议题顶悬斗3工。We obviously talked then about the Middle East, and he wants to be helpful. I said you could be more helpful by getting the Ukraine-Russia war over with. That would be more helpful. 罗西亚的总统外交事务顾问乌沙科夫对尾后嘛发声明，表示美俄2位领导人进行1点钟的电话交谈，内容坦诚、务实，佮有建设性，佮针对全球石油市场局势之下委内瑞拉议题交换意见。对伊朗新就任的最高领袖穆吉塔巴，普丁嘛公开表示恭喜甲不变的支持。公司新闻王如梅编译。观众朋友，他看到这新闻段内面讲了真侪代志哦，战争到这个川普家己对着战争的这个描述，而且也有人这个学者、研究者讲哦，这个可能中东这地缘政治的可能不稳定，一直到川普这任结束，到有这简单刷落来，佫有这罗西亚讲回来帮助，但是。其实啦，伊朗即马目前的这个情势是啥物我今日特别佫有读这个阿拉伯的这个报纸也好、媒体也好，世界各国其实大家信息无一定真统一伊朗本地的
信息嘛不一定同意了。我们先请哈，我要先请这个顾鹏顾老师哈来谈一谈，你现在所知道的、收到最新的关于伊朗到底第一个，他还有没有能力飞弹去打这些邻近的国家？因为我们还是收到一些零星的讯息。其实，在战争的状况，双方他们进入一个沉默、停留、资讯抛出来的一个状况之下，我听说美国航空母舰已经被受伤的，可是他们没有说出来，这个是不是对我不知道。不过在伊朗，他们非常大声的说这个问题。在以色列，我听说很多的他们的首都啊，还有海法已经打得很厉害的。可是我们没有听到任何消息，因为以色列说，谁把影片或者照片弄出来，然后给国外的人看的话，就是会可以军法，对，还有可能会5年的什么坐牢的问题。伊朗也是一样的，所以伊朗真的有能力到什么地步，就我不太确定。他们本来说的，他们有4代的弹道飞弹或者飞弹。我们第一开始就是比较旧的、比较效率不怎么样、成本比较便宜的东西，他们用了。他们为了消耗他们的防空系统，以色列的防空系统，用这样的。他们说我们现在量比较少，可是效率比较高的。所以你说伊朗有能力？让以色列痛苦吗？我觉得应该还有机会，还有几分实力。对，问题是，我不知道这个战争的方向要往哪一个方向去，因为基本上川普讲的话非常不确定，我可以说有矛盾的状况。比方说，他说为了保护能源的流动，在全世界或者能源的安全，我们要攻击伊朗，你看对能源没有什么帮助。还有很多其他的，为了老百姓，伊朗的老百姓，我们要站起来，要保护他们。可是现在在伊朗的国内，我们看到很多人受伤了。现在他们的就以色列或者美国的炸弹不会分别喜欢伊朗政府或者不喜欢伊朗政府的老百姓。然后我们现在在国内就有很多的困难，所以。你说伊朗有能力继续打仗吗？我觉得应该有，因为他们从很久以前已经准备好，至少从去年大概6月，美国跟以色列攻击伊朗的时候，他们好像一个像打疫苗一样的，他们知道他们的缺点在哪里。所以他们的方式也在伊朗的特别，所以他革命卫队看起来是到处乱打，包括土耳其他也打，塞浦路斯他也打，他其实不是乱打。我觉得他不是乱打。好，这第一个。那第二个，如果是赫姆兹海峡，他把它封了，他真的有办法封了？川普不是说他已经海军都没有了？那他还有能力封荷姆兹海峡，而且封了海峡以后，他对他自己也不一定有利哦。他的意思，其实我们看，已经美国47年的制裁伊朗的，然后已经从10几年以前，全世界对伊朗执行很多的经济制裁，基本上伊朗就是靠石油赚钱机会比较少，而且伊朗在阿拉伯海。不是波斯湾呢，在阿拉伯海，在那边也有靠海的地方，所以如果要出口的话，可以从其他的地方出口啊。当然，伊朗最大的出口的港口就是在波斯湾，可是它有其他的选择，就随便把石油卖给阿富汗或者土耳其已经差不多了。问题不是问题是美国已经制裁伊朗很久了，所以伊朗这样说。你要杀死我吗？没关系，我打仗到底。然后，如果我不能卖石油，我不让任何人也可以卖石油。如果你说他可以真的把海峡霍尔木兹海峡封锁的话，不一定。可是就制造不安全的状况，就制造一个危险比较提高的话，他已经达到他的目标。
然后那些无人机的真的很便宜，就是去碰特别那个油轮，就是他们就你知道在上面不能抽烟，更何况发生一个小的爆炸，所以对我来说，他们可以那个制造他们的麻烦，其实到这个阶段，我觉得他们已经差不多已经达到目的。对。关于这个战争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们待会再来谈。我们先请教张老师，老师到目前为止，你认为川普是达到目的啦吗？还是讲无啦？伊是看书办书，来到这讲这个话，来到遐讲迄个话？老师，照伊本人的话，伊绝对会讲，伊已经达到目的。但是伊真正的目的是啥？开始战争迄天，伊目的。甲伊今仔日的目的可能拢无，佫无共款。因为伊是看头拄主持人讲的，看状况来决定。伊绝对无可能对外界承认伊失败。但是咧，到底伊成功伫对？这讲实在是一个足互人去探听的问题。因为伊朗的领导阶层，即马看起来无代志。虽然上悬的迄个。已经离开啊，过往啊，但是马上就有人接，而且以这个政权的本身来讲，对体制无改变，而且咧，即马讲希望伊朗北部的库德族会当起来，甲美国斗相共。即马至少到咱录影的时阵来看，嘛还未开始。无动静。颠倒是世界上石油的继续大起，然后。这个美国的股票受到足大影响，这对川普来讲是上惊的代志。所以人就爱问啊，这个拍伊朗这个中东的国家，一定100%会影响石油的继续。但是你敢有计划啊准备？看起来是无。然后咧，伊朗对这个足侪油轮、海劫拢有攻击，你敢有法度马上来保护？因为这是过去几10年前伊朗甲伊拉克战争的时阵，伊就用过的方式嘛。但是即马到的即马，你应该爱有方式，爱有受到，爱来准备。但是即马看起来可能嘛无，所以对川普来讲代表伊实在伫开始战争的时阵准备是无够，所以咧，等到战争愈紧结束愈好，安尼缺点老师，你认为伊可能会找一个理由收煞起来？收煞，而且还有一个足重要的代志，就是月底伊要去中国，伊无可能去中国的时阵，战争还未结束，还未结束，安尼人就感觉讲，伊可能对这种的状况的掌握唔是足好的，所以咧，伊一定爱去中国以前讲已经结束，而且一定胜利，安尼去中国伊较有民主。所以嘛是有时间点的。对，有时间点，所以你早无暗无，你就是即马讲爱去中国，而且去中国嘛讲足久啊。这旧年年底就讲今年3月要去中国，所以取消嘛歹看。所以咧，这个时间点来讲，对这个战争可能是一个结束的因素。辛老师，在你以这战略甲国防的观点来看。这到底伊朗是会拍袂拍？顾老师就讲，这伊朗可能看起来伊后手真正还佫剩一寡加血伫的。老师，你安怎判断？拄仔讲到这作战的目标其实足清楚的美国也是川普，第一个就是讲，伊要甲这上悬的领袖，用斩首攻击的方式甲去除掉。即马达到目标虽然讲即马佫选伊的囝出来个做领袖，毋过。听作讲，伊嘛有受伤，嘛分别不清，那拄仔你讲着讲，伊乌白拍周边的国家是啥物原因？可能这是一个原因，就是讲上悬的领袖死了后，后壁的人就无迄个计划，无这个战略要安怎报复，所以讲，亚塞拜然嘛互拍，亚塞拜然国家讲，我有去你的大使馆甲你致敬，你那想要甲我拍，周边的国家，除了有迄个美军的基地国家之外，土耳其嘛互攻击，就是讲伊无即个战略的
步调一步一步来攻击，敢若可能较乱。啊，有人讲伊即马分别不清，所以即马到底是虾米人咧指挥？是即马总统咧指挥，还是革命卫队指挥官咧指挥？即马毋知吼。啊，第二就是讲，第二个目标就是讲，要甲伊朗的核能力或是核设施拢啊去除掉。啊，即马就足歹断定讲，到底即马伊朗的浓缩铀去除掉无？哦，虽然讲你用足侪飞弹甲弹药遐攻击，啊，即马伊讲佫有即个能力，看起来是有啦，因为讲哦，你用几千个目标拢有成功，还是安怎？啊，毋过，若是一个月了后，伊个咧个提炼浓缩铀要安怎？吼，这第二个目标，第三个目标就是海军嘛，吼，伊要针对的海军，就是讲无爱互伊有伫迄个荷姆兹海峡封锁的能力。啊，无封锁有两种方式啊。第一个就是讲，所有的船只你袂使过，我捕水雷，我用我的船拢袂当互你过。啊，第二个就是讲，会使互部分的船只会互你过。啊，毋过你要派足个海军一条一条检查。那你若只靠迄个识别系统哦，有当时伊会甲你改哦。有的船只讲，我是中国的船，啊其实毋是，你要互伊过无？所以是足困难，要封锁是足困难的啊。啊，毋过伊的海军啊能力拢无啊，可能较有希望达成。啊，毋过咱知影，伊拢个海军的船只吼，有一条伫迄个斯里兰卡附近，吼美国的潜舰甲摧毁。啊，毋过有2条走去斯里兰卡，啊有1条走去印度，拢甲收留。伊佫有部分的海军的实力。第三个就是讲，袂使互伊朗有即个能力去支持周边的恐怖组织去攻击别个国家像黎巴嫩真主党、像也门，还是加沙的哈马斯这可能有成功啦吼。啊，另外就是讲下晡吼 AIT 嘛有发一个新闻，讲伊有讲川普的目标有5个，啊，即马拢达成吼。啊，伊公布这吼，就是讲美国可能准备要停止这个战争哦，但是家己讲，我当初就设定这个目标，即马大部分都达成咱看到讲，表示讲可能敢若张老师讲的月底川习会所以即马爱讲我应该达成毋过我今仔个看到这个新闻讲，中国即马就无啥欢喜因为中国要讲。3月底的时阵，要甲美国买500架的波音的飞行机，当做礼物互川普。啊，毋过川普要中国讲，美国的大公司、大企业的 CEO 拢无要去，啊，伊的地点敢若伫北京，啊，伊的访问团规模缩减，安尼就互中国较无民主啦。啊，毋过可能原底进前停止这个战争，这可能性是存在的。差不多意见老师跟张老师吼，其实应该是会结束，不管有成功无成功，看起来算起来，反正在人讲啦。但是吼，上实际就是经济好啊，咩？对。好，明快兄，你安怎看？这到底伊这个动作是战略上有达到这个目的无？因为油价我看这时间敢会跌落来。油价对今日已经跌落来啦，咱先把所有对海上的状况小来看卖吼。本来迄个荷姆兹海峡真重要，啥那真重要就是讲全世界即马呢20%的油轮是对迄边通过。即款油轮啥那唔敢通过呢？就真简单，油轮呢一只船价值1亿至3亿的美金。但是伊面顶几啊百万桶的石油啊，这石油是啥个呢？是委托人的。委托人的就足简单的，第一点你也弄落去，有人陪你无？你的损害上甲你损失，后壁会造成污染无？所以咱来一步一步来看吼。震惊这个物件真趣味吼，震惊这个物件就是讲。对伊朗、甲以色列、甲美国各位迄方向是无共款的。我一个讲一个上简单的吼，较善车的人较唔惊死，但是好野人会惊痛。穿草鞋唔惊你穿白鞋啊。对，好野人会惊痛。咱即马甲地图拍开就真简单。伊朗、甲美国、甲以色列要去拍伊朗，就大人拍囡仔，武力绝对是一定赢的。问题是一定赢，即马伊朗就真简单嘛。你既然安尼，你对面遐好野人，你要受伤无？伊就无人机乌白拍嘛。无人机乌白拍，像阮的好朋友，阮的好朋友因为杜拜是一个最重要的所在。咱台湾有足侪大公司拢伫遐有住人吼，咱台湾有一寡大的公司，迄会社嘛，拢有重要的经理人伫内底。我甲伊讲，恁即马状况安怎？就响起来，就起飞起来啊！时间到出来继续上班，继续食饭安尼啊！讲有影响无？当然有影响啊！当然有影响啊！因讲即马对今年即马开始吼，热天即季的所有的好野人走了啊啦！人家说。
为邦不入，乱邦不居嘛，对，就简单的道理啦。就是讲，即马大家好野人就走了，啊，好野人走了，即马咱就要分一步来看吼。美国甲以色列武力绝对强，但是各位时间徛在面顶嘛，无嘛。所以前几工石油对780块开始喷起来上悬，讲到100块的美金。但是昨迄个动作最重要的，昨迄个动作是本来所有船拢袂使过10台，啊过10台是第一台是啥物？是中国船嘛。中国船啊。啊后壁的船讲啊这简单啊，啊我迄识别器我就甲改啊，嘿识别器今日讲我是阿宽，啊我就甲改做我是沈明世老师，啊加咧啊就偷渡过啊嘛，偷渡过10台，过10台后壁伊拢船有出来哦，出来了就讲暗时也好啦，无阮雷达嘛无开吼，啊恁就看状况，但是后壁有一只希腊的船啊，希腊邮轮讲先过。你掉，嘿，无希腊的船先过了后壁，伊就讲啊嘛，就讲，即马你只要莫甲美国甲以色列有相关的，阮嘛帮你刷，阮嘛帮你过。所以就由布兰特的原油对涨的95块，落到今日透早89块，所以今日透早的台股开千几点起来，后壁剩落600几点嘛吼。即马目前来看是经济会伤着无，但是经济会伤着袂伤着，你我拢知影，会伤袂伤后壁才拍算，即马物价已经起来啊。所以对川普来讲，川普无足济的时间，因为川普对即马美国甲欧洲过去几年来上大的痛苦是物价足悬的。台湾人去美国去欧洲佚佗食饭会惊啊，凊彩食一个饭台票600-700块啊。所以即马来讲就是讲物价我都跌落来无。啊，搁一点，川普心中心心念念上重要的有几个物件。即马呢第一点，美国伊爱买啥物马甲嘛，美国爱强嘛对无？第二点爱啥？制造业爱留长去嘛。第三点爱啥物？爱排除美国的敌人。所以即马伊咧创啥？伊咧做一个大局。拜登像委内瑞拉先慢调，伊朗先慢调，伊朗慢调最重要的，是安怎？因为这条线咱一定要家己好清楚吼。中国一年开1400亿的美金对伊朗买油，你伊朗你好啊建设你的国家，好啊甲你的人民带好，但这条代志咱无算。但是伊朗伊甲这条钱杀去啥物？真主党提钱给伊，哈马斯提钱给伊，也门胡塞组织提钱给伊，所以你这条线甲看起来，美国无甲你办足艰苦啊，但是美国甲你办你嘛艰苦，咱嘛艰苦，你股票落你嘛大家拢艰苦嘛，所以这点啊就是足痛苦。川普想要甲结束，但是我甲你讲吼，对伊朗来讲是，我即马互你拍甲油价，到时阵我就算讲我家己吼，互家己听，我嘛要你艰苦。这拍七上棍啊！对，这七上棍是后壁上艰苦的啦。啊，但是免看呀，以前若要放即寡船只要过去，伊实来讲，伊大河岸拢歹互你油给起到，你挡袂掉就好啊。袂使安尼讲啊，咱先来甲讲吼，实际上大国甲大国的中间袂使赶尽杀绝啦。人讲人情留一线，日老好相看。美国迄当阵对伊朗去做所谓经济制裁的时阵，毋是讲我一个要你死哦。咱先去讨论伊朗，咱先讨论一件代志。讨论伊朗进前，咱来去讨论美国过去40年伫中东发生什么代志嘛？美国捌伫阿富汗，美国捌伫伊拉克，各位千军万马调伫内底，袂顶袂当啊！啊后壁各位撤退迄当阵，迄足丢脸的呢，偌丢脸的。美军走后壁，迄黑鹰直升机啊，因当地人袂晓使哦，伫土骹咧扫。迄后壁迄场面足歹看啊啦，所以美国人知影，我也要入去，爱甲手术刀共款，吼，得甲精准切除手术共款，爱一刀落去，爱足准的。虽然即马倒头转来看，就是讲伊朗爱处理无，一定爱处理。谁伊朗爱处理呢？伊朗你即马无处理，以后比北韩更较歹处理。谁伊有核子弹迄当阵，你开歹甲伊化给啊？这叫啥物？这叫罗马升级嘛嘛。啊，你罗马即马还袂升级，伊先甲拍，但是拍落，即马伊想要收。伊当然伊想要收，但是即马上惊就是讲，我依然要甲你玉石俱焚，我要甲你拼到底，我要甲你惨拼远，这是咱大家上惊的。但是从目前来看的话，伊朗即马应该是袂飞弹用甲差不多啊啦，无人机可能爱搁做，但是无人机的工厂拍了啊，无空军无海军，即马大家拢想要休困，所以我感觉这件代志一时半刻喙吼袂使停，但是动作慢慢啊摕，咱就后壁渐渐看，足简单的，全世界你只要油价无搁起。经济股市慢慢回来，你的钱，那底下钱慢慢增加，就代表这件代志已经过去。啊，就传播了准过水无哦，渐渐看，因为后壁各位3月底，中国甲迄个美国要见面，总袂使一去你看，我拍恁细汉的，你即摆安尼我看我偌厉害，各位外交无人安尼做的啦。是，刚刚这个邱先生也说到，他认为其实包括连伊朗在内都在想有一个下台阶。然后不要太过的强硬，所以让荷姆兹海峡的船只也部分可以通过，然后也因为这样油价可以暂时不会再往上升。为什么？它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什么不要上升？它不要上升，
这就是我刚刚在问邱先生，目前所看到的国际局势，就这2天的变化是这么变化了。对，那您的看法呢？他还是会？第一个，我觉得在这个战争最赢的国家就是俄罗斯，他目前所有的解决他所有的问题。他在海上有很多的油、石油，没有人跟他买，现在买的非常好。对，印度跟他买要解决那个乌克兰，大家说俄罗斯多么不好，我们欧洲要怎么样？现在没有人讨论那个乌克兰的。在后面，他正在那个帮忙伊朗，或者至少在心里他希望伊朗赢的。他正在观察他的敌人，真正的敌人是美国。怎么正在用他的武器？他正在花钱啊，所以他正在失去他的资源，美国。所以也可以看到他的缺点在哪里。下一次如果他们有冲突的话，他可以利用这个部分。OK， 回到那个伊朗的部分，那个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基本上，据我了解。他说：“如果你们跟美国断交，或者指责美国到伊朗的这件事情，我让你们的船会过去。”其实对我来说，对伊朗来说，那个霍尔木兹海峡那个大概可以流通的话，没有什么好处的。所以到目前，当然他们希望就是那个世界的压力，就是来那个压迫美国，不要继续打了。如果那个声音变低的话，就美国没有其他的那个外来的压力，就继续打。因为刚刚2位老师其实也说，就是美国在这一次，他有达到他的战争目的吗？好像有，好像没有，所以其实也想找一个台阶下，找一个理由把战争结束掉，不然3月底要去见这个中国的这个习近平。可能也不好收拾，所以他们几位都觉得说，可能在这个时候，川普也要找到一个机会，把这个事情给结束掉。其实川普有2个可能性，要么已经老化，所以他讲的不太清楚，已经有反复的老化，像拜登一样。对，我们在伊朗有一句话：你骂一个人什么事情，一样的事情会发生在你身上。所以已经骂那个拜登说老糊涂怎么样？现在我觉得慢慢变成这个样子，要么是这样子，要么心理战。他偷偷摸摸说：“你们要不要谈判？”这个他要试试看，对方如果说 OK， 这个代表对方已经累了。所以这个是心理战吗？或者真的他这样子已经老化了？我不知道。我不希望把我的未来跟那个川普的计划粘在一起。可是，刚刚问的问题是，我的意思，我应该这么说哈，就是说，川普他会真的收手，然后在3月底之前结束，不管这个到最后，伊朗的状况是不是如他所愿，或者是跟他造成一个和平的协议。其实有2个问题存在。第一个，川普他非常喜欢那个出风头，人吹牛，然后他当然会叙述上面说，当然我赢了，那个怎么样呢？我侮辱了伊朗。其实他已经在军事方面侮辱伊朗了。可是呢，他基本上没有想到伊朗会那个抵抗的那么厉害。他们没有想到，他们真的执行他们计划的，或者他们主张我们要做的事。所以他们没有，我觉得他们没有这样子那个计划过。如果其实对我来说，美国如果现在停下来，对他长期的计划比较好，因为伊朗的问题不是外来的那个力量就能够解决的，对，是国内的问题。国内的问题，如果战争继续的话，国内的那个老百姓，他们不太方便出来抗议或者什么。可是如果那个停火或者战争的话，战争那个停下来的话，这个问题转变到伊朗国内，伊朗的问题是伊朗人自己要解决，不能国外的力量来解决。47年以前，我们有一个革命，后来我们发现
这是国外的因素进来，那个鼓励人家出来反对那个国王什么。我们了解的台湾呢，现在我自己本身觉得，经过美国的那个攻击伊朗，或者外面的力量，或者甚至在国外的反对伊朗政府的力量，就是伊朗连这个都不想，他们会破坏我们的原来的生态。原来的民主化的运动，这个民主化本来有一个大概几十年正在开始了，我们的市民公民社会慢慢正在发展，市民社会正在发展，然后这个战争把他们真的都全部都停下来，破得很厉害的，所以在伊朗的国内已经，其实很多以前在伊朗政府工作的人，现在说我不要这个政府，我要推翻这个政府。可是他们用和平的阶段、和平的手段解决这个问题。本来那个哈梅内伊，上一个领导者，他年龄很大，说不定在未来1-2年会过世，自然的会过世。这样子比较可能，我们那个好像震荡轮体一样的。可以到下一个比较温和的一个领导者。所以您的意思是，其实，伊朗的内部它其实是隐隐约约是有一个公民社会，有一个自由派，的形成，是吗？对。比如说有报纸、有媒体、有各行各业的人，那他们只是还没有力量形成一个团体。没错。可是这个需要时间。你看，我们到20年以前没有经济问题的时候，大家说没关系啊，你逼我做什么 OK， 我只要能够活就好了。我活得好就 OK。一个大学教授一个月赚的钱1500块美金，还好，比不上台湾，可是在伊朗还好。现在一样的那个大学教授，他一个月200块美金 ，OK。可是伊朗的肉比台湾还贵。我们买那个澳洲进口的肉，其实我朋友们他们去伊朗的时候，他们不敢吃肉，你知道吗？可是，所以在伊朗国内贫富差距变很大，然后我们的政府里面的很多的单位那个非常腐败，然后很多人有特权，经济利益的团体他们有特权。当然，大家看到的时候，不管是以前支持这个政府或者反对他，现在他们不满意，这个很容易，他继续下去的话，就是1、2、3年之后，他自然会那个转变的。可是呢，现在你杀了我的领导者，不是我，他们那个革命卫队说你杀了我们的领导者，然后你侮辱了我们，然后你觉得我们会怕吗？我们已经几十年那个准备今天，我要当一个烈士了，我没关系。如果我那个投降，然后跟你那个和平的话，我回来，老百姓会问我为什么你压迫我们或怎么样，会说到大家都 jihad，他们会打我，所以不如我现在跟你外国人，你那个非穆斯林打仗，这样子在这个战争死了。我的重点是，这个战争非常非常不应该的，非常不应该的。当然我知道伊朗国内那个不是很理想的，非常不理想，比理想距离非常非常大，这个我了解。可是我希望我的孩子可以看到10年以后的、20年以后的伊朗是一个值得说我爸爸是来自这个国家的。现在谁也不能说什么的，你知道很丢脸的状况发生的，所以。我也不知道，我不赞成这个战争。然后美国，你刚刚问的，对，也有可能，反正川普他很随便可以那个改变他的叙述，然后说，我们赢的，然后怎么样，讲一些故事，然后那个撤离那个东西，这个战争的战场。是，周老师，因为咱不是伊朗的人，咱会当较无带感情来讲这项代志吼，不管赞成啊无赞成，但是整个战争来看，伊朗他在
顾老师也有讲着，讲伊本来希望的是和平演变，但伊来看，伊拢敢有可能因为经济的崩盘，咱来产生着和平演变呢？老师，经济崩盘、和平演变哦，这当然是中东足侪国家过去发生过的代志，但是呢，伊拢爱出于本身人民的起来的革命，还是觉醒。即马美国来拍这伊朗，不管伊安怎理由吼，即马伊朗的领导阶层绝对民族主义绝对起来啊！不管如何，咱先抵抗外国的侵略，佮讲，然后国内的代志哦，即马多一个人主张爱政治改革，变做甲外国敌人结合，这是足侪国家领导人定赢的方式。所以呢，我个人认为吼，川普即马去拍即战吼，假使伊无一个真正完整的计划去规划以后伊朗的政治的变化吼，伊是咧延长加深伊朗现政权对人民的统治的时间，一定的统治的时间一定的，因为全世界吼中东足侪国家吼，虽然美国民主、欧洲民主，每一个国家埃及、伊拉克足侪国家人，当然伊拢知影，即个西方国家民主还是经济发展比咱国家较好。但是咧，咱就是无希望互外国人来主导咱的政治，咱外国人来主导咱的民族、咱的国家。即个台湾人吼，讲实在，真少去了解即种代志。亲像我去东南亚吼，菲律宾、印尼、即个越南、即个马来西亚，即前面头三个国家吼，伊国际机场的名称，拢是伊即个国家领导独立的人，因为吼，即个足侪国家吼，民族主义、反抗外国、追求独立，这绝对是第一价值。然后台湾人是足侪啥物讲啊？咱希望啥物变做美国51州啦。哦，咱国防院请一个美国的学者嘛讲，上好是希望哦，即个变做美国51州吼。即种讲法都其他任何国家，日本、韩国吼。拢是无可能出现。不管如何吼，家己的代志家己来解决。所以咧，美国即摆去拍，假使明仔载、后礼拜就收煞，我保证伊朗的政权绝对讲是咱赢。美国遐尔啊强，遐尔啊勇，遐尔啊进步，但是咧，咱有法度抵抗，咱有法度挡得掉伊咧攻击。所以咧，变做讲，假使你无一摆吼，把伊讲较倒吼，变做增加伊的震动性。塔利班就是上好例啦，上好例啊！塔利班哦，美国去拍10几年，无完全把伊消灭，结果美国走以后，塔利班随着转来啊。你伊朗是比塔利班、比阿富汗更较大的国家，所以我个人认为吼，真正美国还是。多一个国家爱去战争，亲像罗西亚嘛是啊，罗西亚去拍5克兰，结果咧本来以为3、4天就会当结束，结果拍4年，结果变到泽伦斯基上用啊。任何国家拢是安尼啦，所以这个川普去拍吼，上欢喜的就是罗西亚，头拄啊邱老师嘛讲过，哦，这个石油继续，对，这个大起变做为罗西亚的战争资本来增加，结果咧即嘛，川普还敲电话互这个。罗西亚总统，你会当斗3工无？变做讲全世界拢咧制裁这个罗西亚足久啊，结果即马传播讲，请你来甲我斗3工。倒一个国家领导力会快，就是习近平。美国愈拍一个战争，对中国愈有利。这是习近平，你伊朗会当勇敢的封锁海峡，至少1礼拜，咱中国敢无法度封锁台湾海峡1个月？这绝对是增加伊的信心嘛，所以愈来愈拍，愈来愈做吼，唔是讲拍战争是安怎，无计划的战争吼，绝对是对美国的利益、对西方的利益损害，绝对是损害。辛老师你安怎看呢？拄要讲到讲伊朗民主化的问题吼，我是感觉，若是伊朗阁是神权政治，伊民主化可能性无遐悬。无错，哎。
因为咱看到伫中东的各个国家吼，无共款啦。咱看到沙特阿拉伯这阿拉伯国家，伊嘛无民主化，啊，毋过伊袂讲对外侵略别个国家，啊，毋过伊是支持伊的什叶派几个国家，也是组织发动这恐怖攻击。啊，美国才想讲，除了美国以色列除了讲也门胡塞武装、加沙哈马斯，也是黎巴嫩真主党。之外，上大的支持力量在伊朗，所以要解决伊朗的问题。伊朗后壁是中国。咱知影美国的目标本来就是中国。所以我是感觉可能较困难哦。只要是神权政治，只要有革命卫队，镇压人民哦。咱知影台湾民主化拢是咱的先辈抗争造成这民主化。毋过你伫伊朗要抗争可能较困难，因为神权政治，因为有革命卫队。沈老师，你有认为川普在这一处无比甲 Venezuela 同款有思考过啊？无掌握到讲，其实继续歹拍，继续歹留下来。其实除了民主化以外，其实世界各国上担心的就是伊朗伊有核武。因为伊有核武了后，周边的国家，尤其以色列，可能就面对伊朗的核武啊。以色列嘛讲，我要发展我的核武这个区域的安全可能更加严重。所以美国的目标第一个就是核武，莫让伊朗成为一个核武国家。伊从来无讲我要占领伊朗，还是我要消灭所有的迄个激进派，还是革命卫队。核武是上重要的咱知影这川普伫伊个国家安全战略的报告内底，去过了足清楚的。区域来讲，伊朗是中东上大的问题，安怎解决？第二个就是讲，未来美国甲中国要竞争，除了伫西半球委内瑞拉之外，中东嘛足重要。拄啊讲着讲，罗西亚迄个普丁敲电话互川普，伊讲有要斗相共xã會无？拄啊倒变啦是普丁讲罗西亚会使。到相共xã會川普就甲講你甲迄個烏克蘭戰爭甲停止，就對我上大嘅幫助啦。是較無共款。毋過你就知影迄個川普嘅目標，就是講美國愈來愈偉大。即馬是伊朗嘅戰爭停啊。那伊朗戰爭停啊，中東會使和平，互伊朗無法度去威脅別個國家。下一個就是俄烏戰爭。俄烏戰爭若停了後，下一個就是中國。這就是中國即馬上煩惱嘅。是，来，明款呀。来甲各位讲吼，对于美国来讲，拄啊，因为有设定5大目标嘛吼，5大目标对大甲小咱排落来吼。第一点，对伊朗来讲，你爱停止你的核计划，什么叫停止伊的核计划呢？就是讲，对于美国长期的做法，就是讲，你要做成进前，我已经甲你夹查落来。好即摆对于以色列来讲，就是讲，目前以色列来讲，伊家己是有核武的哦，全世界有11个国家有核武哦，这11个国家有核武，以色列是其中的一个。但是伊无希望伊朗有，像那伊朗有呢？伊朗有啊，就足麻烦呢。伊朗有伊就升级起来，敢若北韩共款啦。北韩这个国家足趣味的吼，这个国家的人，中尾无饭通食，医疗嘛无好，长期营养不良。但是呢，爱无人机无啥有，伊即马有飞弹，伊有新的战舰，而且伊什么飞弹伊拢有，什么飞弹伊拢有，伊有核子弹，哇，这不得了啊！所以罗马大尾，伊即马就讲，你伊朗你第一点，核计划要先解除，这第一点吼，第二点。长程弹道的建设，等于讲你做弹道的建设 ，ICBC 过外太空的这袂使有吼。第三点，代理人的恐怖主义，我都要甲各位讲啊，哈马斯啊、真主党啊，等等这切掉。过来，你要切断掉甲伊斯兰的革命卫队内底的财务关系，这是较困难的。像怎？这干涉掉人的内政啊啦，这是较困难哦。第5点是讲，你会使尽权做经济，还是讲你本身政府来做改变？吼，因为咱拄啊。老师有讲嘛，吼，老师伊本身是规划着咱台湾的伊朗人，但是伊朗过去是一个足有钱的所在哦，因为伊朗迄个国家足特别的吼，伊虽然是伫高湾区，伊的农作物足好的，伊有足侪农作物，伊嘛有足侪石油，所以过去伊并无散车哦。伊即马即个国家会散到即个程度，是因为即马东权政府伊本身无能，所以甲国家带到即个程度。即个国家即马乱七八糟，糟到什么程度呢？因1万块的纸，即马才使买一张卫生纸尔，所以物价是非常非常的悬哦。这件代志一时半刻，我感觉讲要停嘛使停，要拖嘛使拖，但是停甲拖对全世界经济拢有影响，所以咱倒头，咱等来讲咱台湾这部分咯。台湾这部分，咱即马有几个
重要的数字爱甲各位来做报告。第一点，大家讲爱欠油无？尤其是即届吼，油全世界起足向的嘛。啊，全世界起足向的呢，咱台湾先做，咱台湾政府安怎做呢？咱的行政院讲，哦，啊，即届起价吼，莫去影响到物价，所以呢，起价呢应该是爱起3块2，但是呢，咱就起1块半。啊，剩的1块7呢，政府吸收，政府吸收。各位，韩国学起来呢？韩国对拜的透早突然间讲吼，啊，咱即马吼国家吼面对着这个状况呢，所以咱的石油呢，所有的起价，咱嘛是由国家来吸收。所以呢，各位这莫嘛吼，因为这要甲物价先对调的。因为即有一个麻烦就是讲，你物价啊起起来，石油啊连降落来，物价搁伫关点哦，这是第一点吼。所以石油的部分呢，全世界根据着联合国的规定是爱有90天。啊，咱台湾是105天，所以甲各位讲是油有够无？各位油是有够的哦，但是油即马运袂出来，吼运袂出来，所以油的问题较无遐大，但是各位天然气的问题较大。啥物天然气的问题较大呢？因为油是水嘛，伊免加压，伊较好储存呐，吼较好储存。咱若伫港口边迄看一桶迄吼，以早你有做军营，你就知伊的外号伊叫 tank 啦，叫坦克，伊内底拢藏油的。但天然气较麻烦，因为天然气都有1接2接，咱即马3接甲4接搁咧做嘛吼。但是天然气伫咧今日的下晡，包括着外国的路透社，甲咱台湾的中央的部分的新闻拢已经讲啊吼，讲即届呢，咱的天然气即马是澳洲买30%，卡达买30%，美国买10%。对6月开始，美国会增加天然气的部分，所以呢。前2天，部长邓行侃嘛讲，放心，绝对袂无天然气，大家免烦恼电的问题，大家嘛免烦恼讲无他主本无他生区的问题，这嘛拢排除啊吼。所以一时半刻，我感觉讲对台湾的影响较小，但是第3项是我个人较烦恼的吼。咱咧做天然气的过程当中是石油抽出来，天然气对咧抽出来，天然气抽出来时阵爱用足低温的零下100几度去甲伊做蒸馏分离嘛吼，啊蒸馏分离迄当中有出现一个物件叫氦气，这氦气最重要的，啥怎呢？因为咱今日吼，迄芯片呐，用极紫外光咧烧迄当中，各位恁加速炉拢知影吼，你咧烧物件是边仔会滚，啊你看会跳嘛对无？迄就代表气体是无稳定的。咱希望气体有稳定，温度爱低，所以晶片才袂变形嘛。迄个氦气，咱到底存偌济？啊，目前台积电是讲放心，目前阁有够。但全世界各国是真烦恼，因为安怎？荷姆兹海峡一直无开，即马卡达足简单的嘛。我做遐侪天然气，我运袂出去，我就袂使做嘛，所以我爱降存。停产啊！无，伊爱降存，渐停产了，各位，这做物件毋是讲哦，咱咧做胖呢，哦，我今日要做就随有呢。工业炉吼，各位知影迄敢若台塑的工业炉，开一个工业炉爱烧7天，第1天开始烧到第7天才会使做哦，温度爱够，所以它有工业产能的问题哦。啊，即摆就是讲，咱暂时先行先看。油甲天然气，咱免烦恼。股市是我较烦恼的所在。啊，股市这2天渐来看，就是讲外资倒出来，咱台湾人嘛甲买回来啊。所以呢，股市其他拢免烦恼。即摆上重要就是川普总统伊未来决定是啥物，但是伊即摆伊爱吼有理由、有民主会使落台。所以大家渐哪话哦，你莫走，我对他等下。渐慢慢退场了，我感觉这场就渐会慢慢的淡化了。哦，希望有加幸运啊，较顺利啦，较顺利，较顺利。不过我还是要把最后时间留给顾老师哈。你现在还有亲人留在伊朗吗？是有。那他们目前的状况如何？我不知道，完全没办法联络，完全失去联络的。对，他们目前断网了。因为我们也有一部分伊朗的朋友，有的人他们是可以上网，暂时可以上网上来，然后报个平安。其实大部分的人目前没有问题，因为目前以色列大的是有特别的地方，对，有目标的人，有他们的那个攻击的目标。那您上一次联络到的时间是？我昨天有一个朋友，他说我买了一个非常贵的 VPN。然后一台币是200块，可是对他来说非常贵，非常贵，就是大概1个礼拜的薪水，买了一个 VPN，就是翻墙，然后说他们好，可是他们好像已经麻醉一样的，已经没有感觉，然后有时候人还可以呼吸，可是已经死了，到这个地步，因为本来他们就是希望。这个政府不是今年就是3年5年之后改变，现在变战争了，然后很多人死了，所以就不知道要怎么办。
你说站起来那个抗议的话，会可能被杀；如果坐下来，会一样那个呼吸那个有毒的那个空气，因为那个什么那个燃料烧掉的关系，这是盐，这是有毒的盐，然后就是很严重，所以可能不久谁也不知道，会停水，如果找不到面包吃的，如果那个什么汽油也没有的话。人家不能跑来跑去，所以人家也不会送那个我们的食品到我们的店，所以人家也不知道做什么。以前人家那个地方比较小，你反正那个在周边可以找到马、脚踏车什么。现在在伊朗，我们很少的人用脚踏车，你说驴子马也找不到。你现在要去10公里的距离。或者离开特赫兰去那个周边的乡下买东西的话，也不太可能，距离非常大。对，所以我们进入一个老百姓不知道要怎么做的状况。所以你说我担心我的在伊朗的那个亲戚或者朋友们，对，我非常担心他们的。然后我不知道我们在国外也怎么可以帮忙他们。你指责这个，指责那个，然后说你不好，这个不好，我觉得也目前没有帮助的。我觉得，如果战争停下来，其实唯一的就是战争停下来。如果这样下去的话，还有一个非常可怕的可能性，就是内战。因为我们这个阶段那个战争开始，所以里面有很多没有解决的问题。你杀了我的儿子，我杀了你的爸爸，所以慢慢的变成 OK， 我要报复你，我怎么可以放弃我爸爸的那个血海深仇？对，所以这个会继续下去。其实我们看美国跟以色列，他们对关于伊朗有2个不同的战略。美国希望伊朗安静，不要制造麻烦，不要找别人的麻烦。以色列希望伊朗变成一个脆弱的国家，尽量分裂，然后就是忙着一些国内的问题，不要找以色列的问题。可是美国不违反一个比较强的伊朗，可是要负责，是一个负责任的行为者。以色列不一样的，所以川普。这个阶段结束之后，以色列的机会会结束了，所以他要把握这个机会，他要在剩下3年，那个打到底，然后就尽量那个政府更迭，然后弄成新的一个政府。顾老师，我得先最后一个机会得问你哈，刚刚几位老师都认为，以目前他们政教合一，就你们国家的政教合一的状态，要民主化这件事情，这个 it's a long way to go， 就要非常长的时间才能够完成，你觉得呢？以现在的状况是，我本来觉得伊朗需要70年，所以到目前剩下30年。哦，可是意思是这样。现在战争破坏了我的计算，我的算盘已经坏掉了，所以。要么必须这个战争改变整个那个政府 smash 掉，对，然后后面的10到15年，我们有非常不稳定的状况，然后那个后面的伊朗是今天我们认识的伊朗吗？不一定，非常非常不一定，可能已经分裂了。要么就是希望这个现在的那个宗教领袖变成了比较。务实主义的，一个领导者，然后接受一些改革或者什么，可是因为他的爸爸被暗杀死，然后人家这个阶段，美国用那个战争开始，有一点难说得过去，因为我们在中东关于那个，人家杀我们的父子仇杀，对，有一点比较看得严重的，所以我也不太确定，不过我觉得。这个问题要伊朗国内那个解决，
就不能处理伊朗的事。哎，上尾1分钟，张老师。我认为战争的开始吼，一定要有足侪计划啦。上好是卖战争啦。这不管如何吼，你凊彩去拍一个国家嘛无计划吼，这个国家本身乱，然后咧，这个对美国来讲，伊阁有一个就是选举嘛要搞啊，一年底嘛选举，所以伊对伊家己嘛不利呢。对，伊对家己嘛绝对不利，所以伊无可能有一个完整的计划，用几项年的时间去改善这个状况，一定是随拍看到有一个成果就结束。安尼对伊朗嘛好，嘛对中东嘛好，对台湾嘛好，可能拢是上歹的结果。可能拢是上歹的结果。好，感谢4位，谢谢，感谢，谢谢。